大选后礼拜一要开始来登记，有风声讲民进党规划20号要来宣布，赖清德的副手就是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，讲副手的办公室目前正在装潢，讲萧美琴可能是17号亚太经济会议结束了后，就会返来台湾。针对这个消息，民进党是回应讲，会在适当的时间来公布到副手的人选。 立控律师罗小培今日干杯啊，陪过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，驻美代表萧美琴陪伴伫咧身躯边，佮同齐见美国在地协会 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，传出后礼拜二民进党预计宣布罗小培即马8楼的办公室当伫咧装潢，为副手人选做准备，打造新的办公所在。地方上就很多人期待美琴，所以当然，假如之后党中央证实是萧美琴大使的话，我们是一定会邀他到我们地方的行程来。罗小培若真正合作，25号登记后的8个礼拜，萧美琴可能会转来对伊来讲像预计花莲做事。这位代表萧美琴可能伫咧17号 APEC 会议结束，转来台湾报告要担任的职务。总统选举登记日是伫咧11月29、24，所以20号可能会正式对外公开参选。我们目前民进党会先公布这个不分区的名单，那在这个副手的部分，我们未来在适当的时机，我们一定会跟大众来郑重报告。我那边留予阮上界大的遗产，就是善枪。啊，那对手那北海话题讨论到真悬，赖清德真侪摆讲到家己防攻击的万里旧厝毁建整起，民进党开地图炮抢选战主导权，避免选战的力度变硬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